不得不说，大连真的是太漂亮了。那边一个摩天轮，这边应该是一个蹦极的，我猜的。这个跨海大桥，实在是这个视频上还看不出有多漂亮，一定要来现场。我猜啊，身后这些海景房肯定不便宜的。现在找个地方吃中饭啊，看看有没有海鲜炒饭。在大连那个海边啊，一圈人在跳广场舞，就只要有海滩的地方就有广场舞。跟上大部队，绿灯过马路，蛮有意思的。我没上斑马线的时候，绿灯就在跳，我都走过来了，绿灯还在闪。那就这里啊，大连名店，20年老品牌。不是呀，对了，这么多。朋友们看看东北的这个量啊，这一盆海蜇在苏州可以装2盆。这是海胆豆腐，吃那个海胆豆腐，从来没吃过。糌粑菜、海肠捞饭，鲜得不得了，那个海上的活人。这个是什么？辣子烧鲜。你们的量真的太多了，这个双人餐完全可以4个人。4个人吃啊。服务员说我们点的这个菜的量还是店里中等的。中饭吃海，现在为最低。这次大连演出啊，给我最深的一个感悟就是，没有想到评弹在东北是有市场的，是挺受欢迎的。你不用在江浙沪的演出场地真的头破血流，像平江路山塘街、苏州协塘老街，一条街几10个地方唱评弹的，这个竞争太激烈了。这个评弹的祖训啊，就是非遗。就是出了江浙沪没有吴侬软语的这个语言土壤，就是出不了江浙沪的。说过了黄河嘛，卖不了1张票。我这次非但过了黄河，我还出了山海关。所以很多事情啊，真的不能只停留在想象，你只有脚踏实地的去做了，你才能知道能不能成功。实践出真知。朋友们，你都讲得对。